第5章，救世主耶穌。聖經中一個令人震驚嘅信息係，宇宙嘅創造者成為人，一個同我哋一樣嘅人，因為佢愛我哋，要救我哋脫離我哋嘅罪所帶俾我哋嘅結局。呢位榮耀嘅王，大能嘅造物主，聖潔嘅神，親自嚟到呢個充滿災難嘅邪惡世界，充當人嘅代表，作我們的替罪羊。佢要嚟藉住替人類死，除去人類嘅罪。佢雙手被人用釘子刺透，臉上滿是唾沫同血。佢全然承擔咗人類嘅罪所招致嘅公義懲罰。宇宙萬物之初已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係神。喺宇宙萬物之初，道已經同神同在啦。萬物係依靠佢造成嘅，凡係被造之物，冇一樣唔係依靠佢造成嘅。喺佢裏面有永恆嘅生命，呢個生命就係人類嘅光。光喺黑暗中照耀住，黑暗就不能勝過佢。這光嚟到世界，普照世上所有嘅人。世界雖然係佢造成嘅，但係佢嚟到世上嘅時候，世人卻唔認識佢。佢嚟到自己嘅地方，世人卻唔接受佢。但係嗰啲接受佢嘅、相信佢嘅人，佢就賜俾佢哋特權，成為神嘅兒女。道成咗肉身，住喺我哋中間。我哋見過佢嘅榮光，就係從父神嗰度嚟嘅獨生子嘅榮光，充滿咗恩典同真理。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開始。天使加百列奉神嘅差遣，到加利利地區嘅一個小鎮拿撒勒，去見一位童貞嘅少女瑪利亞。當時瑪利亞已經同大衛王嘅一名後裔約瑟訂咗婚。天使對瑪利亞話：恭喜你，蒙神恩寵嘅女子，主與你同在啦。瑪利亞想來想去都唔明白呢句話，就惶恐不安。天使就話：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得到咗神特別嘅恩惠，將懷孕生一個兒子，你要同佢取名叫耶穌。佢將成為偉大無比嘅人物，被稱為神嘅兒子。神要將佢祖先大衛嘅皇位賜俾佢，佢要永遠率領神嘅子民，佢嘅國度永無止境。瑪利亞話：呢個點可以呢？我仲未結婚。天使回答：聖靈要降臨到你身上，神嘅能力要庇護你，因此你要生嘅係聖嬰，必稱為神嘅兒子。神係無所不能嘅。瑪利亞就話：我係主嘅僕人，願佢嘅旨意喺我身上實現吧。於是天使就離開啦。瑪利亞同約瑟已經訂咗婚，雖然仲未同居，卻由聖靈懷咗孕。約瑟一向為人正直，不願意公開羞辱佢，就決定暗中同佢解除婚約。佢正如此打算嘅時候，主嘅天使就喺夢中向佢顯現話：大衛嘅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將你嘅妻子瑪利亞迎娶過嚟。佢懷嘅孕係由聖靈嚟嘅，佢要生一個兒子，你要同佢取名叫耶穌，因為佢要拯救佢嘅人民脫離罪惡。呢一切事情嘅發生係要應驗神從前通過先知所講嘅話，必有童貞嘅女子懷孕生子，人要稱佢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就係神與我們同在嘅意思。約瑟瞓醒後就依照天使嘅吩咐同瑪利亞結咗婚，然而喺孩子出生以前，並沒有同佢同居。嗰個時候，
凱撒奧古斯都頒下一道諭旨，要帝國人民都接受戶口登記。呢個係居里紐利作敘利亞總督時開始頒布實行嘅。於是眾人都回本鄉去接受登記。約瑟因佢本係大衛家族嘅人，就帶住瑪利亞從加利利嘅拿撒勒鎮翻到大衛王嘅故鄉猶太嘅伯利恆去登記。佢哋喺嗰度嘅時候，瑪利亞嘅產期到啦，就生下第一個兒子。佢用布包起嚟，安放喺馬槽裏，因為旅店裏面已經冇容納佢哋嘅地方。喺伯利恆嘅郊外，有一啲牧羊人喺夜間看守羊群。當晚，神嘅天使突然站在佢哋旁邊，榮光照耀四方，牧羊人都嚇呆咗。天使對佢哋話：不要怕，我報告你們一個空前嘅大喜訊，係關係全人類嘅。喺大衛王嘅城裏，今日為你們誕生咗救世主，佢就係主彌賽亞。你哋會看見一位包住布睡在馬槽裏嘅嬰兒，就係佢。忽然有一大隊天軍出現，同天使一起讚美神。在天上願榮耀歸於神，在世間願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天軍天使離開咗佢哋，升回天上之後，牧羊人彼此話：走啦，我哋到伯利恆去睇下神剛才話俾我哋聽嘅奇蹟。於是佢哋急忙趕去，揾到咗瑪利亞、約瑟同嗰個睡在馬槽裏嘅嬰兒。佢哋看見咗呢個情景，就到處向人傳述天使對佢哋所講有關呢個孩子嘅事情。聽到嘅人都感到非常驚奇。瑪利亞好留意呢啲事，佢一一咁將佢牢記在心裏，反覆思索住。喺歸途中，牧羊人不斷咁歌頌神，因為佢哋親眼睇到嘅，正如天使所講嘅一樣。希律王執政嘅時候，耶穌生在猶太嘅伯利恆。不久之後，從東方千里迢迢嚟到耶路撒冷嘅幾位學者話：猶太人嘅新生王喺邊度？我們在東方看見佢嘅星，特來拜見佢。聽到呢句說話後，希律王同全城嘅人都感到不安。佢就召集所有嘅祭司長同民間嘅經學家，詢問佢哋彌賽亞應該生喺邊度。佢哋回答：根據先知記載，應該係喺猶太地區嘅伯利恆。猶太嘅伯利恆啊，你在猶太嘅諸城中並唔係最細嘅，因為必有一位君王從你那裏出來，他要撫養我的子民以色列。於是希律王私下召嚟咗嗰幾位學者，仔細查問佢哋嗰粒星係幾時出現嘅，又打發佢哋往伯利恆去，同時話：你哋去仔細探查嗰個孩子，揾到咗就翻嚟報告，好讓我亦去拜見佢。佢哋聽咗王嘅話，就繼續旅程。先前喺東方看見嘅嗰粒明星，忽然喺前方出現，並且引導佢哋。等到揾到孩子住嘅地方嘅時候啊，先至喺天空停住。佢哋望住嗰粒星，心中充滿咗喜悅。入咗屋子，看見孩子同佢母親瑪利亞，就俯地跪拜，並且打開寶盒，將黃金、香料同藥材等禮物獻俾佢。後嚟神喺佢哋睡夢中警告佢哋唔好翻去報告希律王，因此佢哋就從另一條路回東方去啦。學者們離開後，天使又喺夢中向約瑟顯現，希律王要殺害呢個孩子，你們趕快帶住小孩同佢母親逃往埃及，住喺嗰度，直到我吩咐你再離開。約瑟立刻起嚟，連夜帶住孩子同佢母親逃往埃及，喺嗰度住下，直到希律王去世。呢件事嘅發生係要應驗神從前通過先知所講嘅話：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
希律王受咗學者們嘅愚弄，大發雷霆，於是按照佢向學者們仔細查問到嘅口供，下令將伯利恆同附近村莊裏面2歲以下嘅男嬰全部殺光。呢個又應驗咗神通過耶利米先知所講嘅話：在拉瑪聽見聲音，是痛哭哀號的聲音，是拉結在為他的孩子哀哭，不肯接受安慰，因為他們都死了。希律王死後，神嘅天使喺約瑟夢中顯現，起來，帶住孩子同佢母親回以色列去。那要殺害孩子嘅人已經死了。約瑟就立刻帶住孩子同瑪利亞回到以色列。喺路上，約瑟聽到希律嘅兒子亞基魯繼位皇位嘅消息，就怕到猶太去。後來喺夢裏，佢又蒙神指點，就被到加利利去，定居喺拿撒勒鎮。呢個又再次應驗咗神通過先知所講嘅話，他要被稱為拿撒勒人。耶穌喺嗰度漸漸長大，健壯而有智慧，蒙神特別賜福。每年逾越節，約瑟同瑪利亞都去耶路撒冷京城慶祝。耶穌12歲嗰年，佢跟住父母上京過節。節期結束，佢哋翻嚟嘅時候，耶穌卻仍留喺嗰度。約瑟同瑪利亞都冇發覺，仲以為佢跟喺同行嘅人群中。經過1天旅程之後，先至發現耶穌唔見咗，就連忙喺親戚同熟人當中尋找，但係冇揾到，佢哋只好折回耶路撒冷去。過咗3天，先至發現耶穌喺聖殿裏坐喺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對佢嘅智慧同應對，大家都驚奇不已。佢嘅父母亦大為驚異。瑪利亞話：孩子，你點解咁樣待我們呢？我哋好擔心咁嚟揾你。耶穌話：點解揾我呢？你哋唔知道我必須在我父的家裏嗎？但係佢哋卻唔明白耶穌呢句說話嘅含義。於是耶穌隨住父母翻到拿撒勒，事事都順從佢哋。瑪利亞將呢啲事都記在心裏。耶穌嘅智慧、身材以及神同人對佢嘅喜愛都與日俱增。耶穌開始傳道時，年約30歲。嗰個時候，施洗者約翰開始喺猶太嘅曠野傳道。天國近了，趕快悔改，離棄罪惡吧。群眾從耶路撒冷、猶太各地以及約旦河一帶嚟到佢嗰度，承認自己嘅罪，喺約旦河裏接受約翰嘅洗禮。猶太人嘅領袖從耶路撒冷派祭司們嚟揾約翰，查問佢係邊個。約翰就公開咁承認：我唔係基督。佢又話：我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位後來嘅能力比我更大，我就係替佢解鞋帶，亦唔配。約翰遠遠咁樣睇見耶穌走過嚟，就話：睇下，呢個就係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嘅嗰一位。我以前講過，喺我之後嚟嘅嗰一位比我更偉大，因為佢早在我之前就存在咗。就係佢，我已經睇見啦，所以向你們作證，佢就係神嘅兒子。一天，耶穌從加利利嚟到約旦河，要接受約翰嘅洗禮。約翰想要改變佢嘅想法，極力推辭話：應該係我接受你嘅洗禮才對，點解反而要你嚟接受我嘅洗禮呢？耶穌回答：今次請你允許我咁樣做，因為我哋都係遵行神嘅旨意，係理所當然嘅。於是約翰答應咗佢。耶穌受咗洗，從水裏一上嚟，突然天為佢打開咗。約翰睇見神嘅靈就像鴿子般降下，落在耶穌身上。
同時從天上有聲音話：這是我親愛的兒子，我對他深感滿意。後來聖靈帶領耶穌到咗曠野，讓耶穌受魔鬼嘅試探。經過40個晝夜禁食後，耶穌飢餓萬分。嗰個試探人嘅魔鬼走上前嚟，對佢話：如果你真係神嘅兒子，命令呢啲石頭變成麵包吧。耶穌回答：聖經記載，人不僅係靠食物活着，而係靠神所講嘅每一句話。魔鬼又帶耶穌到耶路撒冷，讓佢站在聖殿嘅頂端，話：如果你是神嘅兒子，就跳下去吧。因為聖經記載，神會派天使嚟保護你，用佢哋嘅手把你托住，免得你摔到地上去。耶穌回答：聖經亦講，不可試探主，你的神。魔鬼再帶耶穌登上咗一座高山，將全世界嘅榮華富貴都指俾佢睇，話：只要你俯地拜我，我就把呢一切都送俾你。耶穌就話：撒旦，走開！聖經話要敬拜主，你的神，只可侍奉他。於是魔鬼離開咗佢，天使就嚟侍候耶穌。後來耶穌就開始傳道：天國近了，你們趕快悔改吧。有一日，約翰同佢嘅2位門徒正站在談話嘅時候，睇見耶穌經過，約翰就話：睇下，佢就係神嘅羔羊。佢嘅2位門徒聽到呢句話，就跟從咗耶穌。耶穌轉過身嚟，看見佢哋倆一路跟住，就問：你們想要什麼？佢哋回答：老師，請問你住喺邊度？耶穌話：你哋嚟就知道啦。佢哋就跟住去睇耶穌嘅住處。到咗嗰度，已經係下午4點幾鐘。當天就跟耶穌住在一起。呢2位門徒當中，有一位係西門嘅弟弟安德烈，佢立刻趕去揾哥哥西門，同佢講：我哋已經遇見彌賽亞啦。於是佢帶西門去見耶穌。耶穌定神望住佢，話：你係約翰嘅兒子西門，從今以後你要改名叫彼得。第2天，耶穌決定到加利利去。佢遇見腓力，對佢話：嚟跟從我。腓力係伯賽大人，同彼得、安德烈係同鄉。腓力揾到拿但業，告訴佢：我哋揾到咗先知們所預言嘅嗰一位，佢叫耶穌，係約瑟嘅兒子，從拿撒勒嚟嘅。拿但業話：拿撒勒會出咩好人呢？腓力話：你嚟睇啦。耶穌看見佢哋走過嚟，就指住拿但業話：你睇，呢個係個真正嘅以色列人，佢心裏毫無詭詐。拿但業問：你點認識我呢？耶穌回答：當你在無花果樹下，腓力還未招呼你，我已經看見你啦。拿但業話：老師，你係神嘅兒子，你係以色列嘅王。耶穌話：因為我講，我看見你在無花果樹下，你就信啦咩？你將來會看見比呢個更大嘅事情。又話：我告訴你們，你們一定會看到天門開啟，神嘅眾天使喺人子嘅身上上下往來。耶穌回到加利利，聖靈嘅能力同佢同在，佢嘅名聲好快就傳遍咗整個地區。佢喺各會堂裏教導人，眾人都尊敬佢。有一日，耶穌沿住加利利湖邊走，睇到彼得同安德烈2兄弟正在撒網捕魚，佢哋係以捕魚為生嘅。耶穌對佢哋講：
嚟跟從我，我要你哋成為得人如得魚一樣嘅漁夫。佢哋立刻丟下漁網，跟從咗耶穌。再往前走，耶穌又看見另一對兄弟雅各和約翰，佢哋正在幫父親西比泰喺船上修補漁網。耶穌就招呼佢哋嚟跟從佢，佢哋立刻捨棄咗船，辭別咗父親，跟從咗耶穌。耶穌走遍加利利省，喺各會堂裏教導人，到處傳播天國嘅福音，亦治好咗無數患病嘅人。因此，佢嘅名聲傳遍咗敘利亞省，整個地區嘅病人紛紛嚟揾佢，不論係患絕症嘅、疼痛嘅，定係被鬼附身嘅、癲癇嘅，甚至癱瘓嘅，耶穌都將佢哋一一治好。於是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同約旦河東岸一帶嘅人們，成群結隊咁嚟跟隨佢。耶穌睇見咁多人跟住佢，就上咗山，坐落嚟。佢嘅門徒亦走到佢跟前，耶穌就教導佢哋。內心謙遜的人們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傷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柔和溫順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這世界。渴望正義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滿足。憐憫嘅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內心清潔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看見神。締造和睦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被稱為神的兒女。為正義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正是他們的。你們為了跟從我而受人侮辱虐待，甚至被流言蜚語中傷，你們就有福了。你們該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獎賞是無可比擬的。以前的先知也曾受過同樣的迫害。現在富有的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已經享盡了安樂。現在飽足的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挨餓。現在喜笑的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眾人都稱讚你們的時候，你們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宗也照樣稱讚假先知。你們留心聽着，要愛你的敵人，善待恨你的人，詛咒你的，要為他祝福，侮辱你的，要為他禱告。如果有人打你一邊的臉，把另一邊也轉給他打。假如有人奪取你的外套，也不要阻擋他拿走你的內衣。向你索求的，就給他。有人拿去你的東西，不用去要回來。你願意別人怎麼樣對待你，你也應當照樣對待別人。你以為愛那些愛你的人就很了不起嗎？其實罪人也會這樣做。善待那些善待你的人，有什麼好處呢？罪人也會這樣做，指望如數收回，才借給人，有什麼可誇獎之處呢？就係罪人也會互相借貸，如數償還。你要愛敵人，善待他們，無條件地借出去，這樣你的賞賜就大了，你便成為神的兒女。因為神待那些忘恩負義、罪大惡極的人，是十分仁慈。你們應當仁慈，就像你們的天父那樣仁慈。你們是世界的鹽，鹽如果失去咗鹹味，就無法使它再鹹，它已成為廢物，只好丟棄，任人踐踏。你們是世界的光，建築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沒有人點了燈蓋在斗底下，一定係放在燈台上，好照亮全家人。同樣，你們的光
也應該照耀在人間，讓看到你們義行的人們就讚揚父神。你們要小心，不可為了叫人看見而故意在人面前行善，不然你就會失去天父嘅賞賜。因此，你施捨嘅時候，不要學那些偽君子，在會堂和街上到處張揚，要得到人嘅稱讚。我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到他們的賞賜了。你施捨嘅時候，要在暗中進行，連左手也不能知道右手所作的。這樣，那位看得見你在隱密中做事的天父，必定賞賜你。當你禱告嘅時候，不要學那些偽君子，喜歡站在會堂和十字路口禱告，好讓人看見。我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到他們的賞賜了。你禱告嘅時候，要進入內室，關上門，向在隱密中嘅父神禱告。嗰位睇得見你喺隱密中做事嘅天父，必定賞賜你。你禱告，更不可像那些不認識神的人，用許多重複嘅話嚟禱告。他們以為長篇大論就必蒙神垂聽。不要效法他們，因為在你祈求以前，天父已經知道你所需要嘅。因此，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人都尊敬你，願你的國度來臨，願你的旨意實現在地上，如同實現在天上一樣。我們每天所需要的糧食，求你今天賜給我們，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就像我們饒恕了得罪我們的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救我們脫離邪惡者嘅捆綁，因為國度、權力、榮耀永遠屬於你。阿門。如果你饒恕別人的過錯，天父也必饒恕你的過錯；若你不饒恕別人的過錯，天父也必不會饒恕你的過錯。不可為自己在這世間儲蓄財富，因為世間的財物會被蟲蛀，會生鏽，又有賊來偷。你們要把財富積聚在天上，因為天上不會有蟲蛀，不會生鏽，也沒有賊來偷。你的財富在什麼地方，你的心也會在什麼地方。沒有人能同時效忠兩位主人。不是厭惡這位喜愛那位，就是忠於這位輕視那位。因此，你們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錢。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你的生命擔憂，不可憂慮要吃什麼、喝什麼，也不要為你的身體操心，要穿什麼。難道生命不比飲食更重要嗎？身體不比衣服更重要嗎？你們看看天上的飛鳥，它們不耕種，也不收割，又沒有儲藏食物在倉庫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們，難道你們不比飛鳥更寶貴嗎？你們的憂慮能使壽命延長一刻嗎？何必為衣服憂慮呢？你看看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它們既不勞苦，也不紡織，但係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王在最顯赫輝煌嘅時候，他所穿戴嘅亦比不上花中嘅一朵。田野嘅花草今天還在，明天就被掉進火爐裏。神尚且這樣裝飾他們，何況是你們呢？唉，信心薄弱嘅人們，所以不要憂慮話要吃什麼，要喝什麼，要穿什麼，這些都是不信神的人所追求嘅。天父早已知道你們需要這一切，你們要先尋求神嘅國同神嘅義，佢就將呢一切必定賜給你們。因此，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有明天的憂慮，當天的困難，當天負責就夠啦。你們若不斷咁請求，就給你們；要不斷咁尋找，就會揾到；
如不停的敲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每一個訴求嘅人一定會得到，尋找嘅人一定會找到，敲門嘅就給他開門。兒子向父親要餅，父親會給他石頭嗎？向父親要魚吃，父親會給他蛇嗎？你們雖然作惡多端，尚且知道把好嘅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難道唔會將更好嘅東西賜給祈求他的人嗎？你們願意別人怎麼樣對待你們，你們也得照樣去對待別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結。通往滅亡的門是寬敞的，路是寬闊的，所以走上這條路的人最多。但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通往永生的門是窄小的，路是狹隘的，找到他的人很少。你們要警惕假嘅傳道人，佢哋披住羊皮到你們當中，實際係殘暴嘅狼。從他們的行為，你們就可以分辨出他們是假的。荊棘能結葡萄嗎？蒺藜能結無花果嗎？同樣，只有好樹才能結好果子，壞樹一定結壞果子。好樹絕不會結壞果子，壞樹也不可能結好果子。一切不結好果子嘅樹就要砍下來，投入火中。所以憑住他們的果子，你們就可以認出假嘅傳道人嚟。並唔係每一個對我嚟講主啊主啊嘅人都能進入天國，唯有實行天父旨意嘅人才能進入。喺末日審判嘅嗰一日，好多人要對我講：主啊主啊，我們不是曾經以你嘅名傳道嗎？不是奉你嘅名趕鬼和行過許多神蹟嗎？嗰個時候，我就會對他們講：我從來不認識你，你們這些邪惡的人，快點離開。所以，所有聽從我這些話又去實行嘅，就好像一個聰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縱然風吹雨打，大水衝擊，房子也不會倒塌，因為他的根基立在磐石上。但係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嘅，就好像一個愚蠢嘅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風雨一來，洪水一沖就倒塌啦，而且倒塌得更加慘重。耶穌講完呢番話，群眾對佢嘅教導十分驚奇佩服，因為耶穌同佢哋嘅經學教師唔同，讓佢哋覺得更有權威。